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根据统计资料，咱台湾上侪人拜神明是妈祖甲土地公。若是庙的数量来算，王爷千岁是上界多。若是以年度参拜人数来看，安尼妈祖的庙将是排第一，上界受到欢迎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庙母爷庙第7条。庙就是道教专门咧敬鬼神的所在建筑，像讲主神佛赛天公的庙，就是天公庙；那主神佛赛妈祖的庙，就是妈祖庙。若讲到主神佛赛土地公，就是土地公庙。若是佛赛神，嘛有咧佛赛无主孤魂好兄弟啊，像讲有有应公庙、老大公庙。另外，一般讲到佛教敬佛的建筑或做寺，合起来讲就是庙寺。一般较细庙，咱讲是庙啊。若庙头前的门口或者庙口，像讲家人到庙口迎祠啊。另外，还有关庙内香火事务的人，就是庙公，有人讲是庙祝。就有一句话讲，进庙祈神，这个意思是比如做对身躯边的人，颠倒较无要义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庙埕，意思就是讲到庙头前的空地啊。第二个是一句俗谚语，人咧讲乞者赶庙公，庙公是主，乞者是客。二句的意思就是反客为主，颠倒是人客咧赶主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咧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这间庙香火真旺，庙埕有真侪摊贩来拜单位做生意，结果颠倒煞去影响到香客拜拜，有影是乞者赶庙公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庙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